我哋學會活在當下，讓心識保持清明唔散亂。然而呢份當下嘅覺察力必須進一步深化，先至能夠真正抵禦人生中所有猛烈嘅煩惱與動盪。呢個就係八正道嘅最後一步，正定。正定係將你散亂浮動嘅心安住喺一個穩定嘅目標上。我哋可以從自體嘅精氣神嚟保養起。NBSP 保養好身心後，日常生活亦都可以規律進行練習，以隨時隨地維持安住嘅力量。一、身不動，從1分鐘坐禪到10幾分鐘，漸次培養身體安住嘅能力。二、口不動，練習禁語、閉口靜默，以減輕言語造成嘅心理與身體負擔。三、心不動最艱難，訓練專注力，如凝視水晶或者燭光，培養內在嘅平衡感、光明感同穩定感。有咗正定，你嘅內心就能夠好似大山一樣堅固，無論面對幾大嘅狂風暴雨，你都能夠保持平靜與清靜。佢係八正道嘅終極之處，確保你能夠將所有修行嘅成果鞏固落嚟，活出一個真正穩定自在嘅人生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